我们的婚姻就是错误的，这个婚没有感情的婚姻你一定要离，始终不会长久的。夫妻双方是否确认申请离婚？是。你就这么想跟我离婚？要不你再等等我哥吧，他这个人就是开窍开的比较晚。别害怕，我陪着你。这才是真的你吗？最近的江旭让我觉得有点陌生，他到底想干嘛？林静心，我不想离婚。你放下来！如果没有那场意外的话，你会跟我结婚吗？林静心，我喜欢你。江旭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时间会替我证明一切。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到以前？李建熙，我爱你。江旭，我也爱你。